仔仔啊，成屋都係你啲積木同埋衫，點解你唔執好啊？你唔記得咗婆婆上次因為咁樣差啲跌親咩 ？Sorry 啊，媽咪，我下次會記得噶啦。乖啦，婆婆有骨質疏鬆㗎，如果跌親係好容易骨折㗎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多啲留意屋企，唔可以有一啲令到婆婆會跌親嘅陷阱啊，知唔知啊？你哋唔好咁緊張，我自己會留意㗎啦。小心為上啊嘛。係咧，媽咪，你有冇定時返診所覆診同埋打針啊？我有聽醫生建議咧，準時翻去打針㗎。平時咧就有做適量嘅運動，同埋注意飲食㗎。我最近檢查骨質密度高咗啊！我而家喺度諗緊咧，我使唔使翻去繼續覆診啊？嚇！保持適量運動同健康飲食固然重要，仲要跟足醫生指示服藥同打針。曾經骨折嘅病人，佢哋短期內再次骨折嘅機會大大增加，所以及時開始用適當嘅骨質疏鬆針藥好重要。就算骨質密度上升咗，都有可能未達標。再者，有啲情況停咗藥之後，骨質可能會再次流失。記住要繼續努力，避免功虧一簣啊！簡單嚟講，應該聽從醫生指示服用藥物，透過定期覆診檢查骨質密度，亦即是 DEXA， 評估藥物成效，然後作出適當嘅調整。做運動對於改善骨質疏鬆有好大幫助，負重運動對於機能提升同埋改善骨質都有好處。至於平衡訓練，亦係從根本做起，有助於避免跌倒。記住啦，對抗骨質疏鬆好 easy， 持之以恆你可以，只要跟隨醫生安排嘅治療方案，加上健康嘅生活習慣，抽時間參加地區康健中心舉辦嘅健康推廣活動，就可以有效控制好骨質疏鬆。及早預防同埋管理骨質疏鬆，可以大大減低骨折發生嘅機會，避免日常生活受到影響，就可以健康咁同屋企人享受每一日啦。